哈，咱即马共款过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。咱第一字要介绍的叫做击，就是用力从一个小洞缝中压出东西啊。咱譬如讲击条啊挤啊，是讲击条啊，就是挤青春痘的意思哈。击啊，好，再过来这个字叫做 kit， 是边煮边搅，把东西煮成糊状。咱譬如讲 kit 甜粿哦，就制作年糕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当这个圆仔菜哈，就是粿菜哈，它滚烫的时候，就双手上下那个握住这个木剑哈，然后在大锅上绕圆圈，快速搅拌哈，甲圆仔菜对吧？哈，伊滚啊对吧？哈，内底是嘛是有刻这汤水啦哈。滚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它会变稠的啊，但是你就是要顺时钟或是这样，就顺着圆圈快速的搅拌的时候哈，好，然后最后全锅就会变成膏状，来最后再放入那个自己准备的一些容器当中哈。好，那准备冷却了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年糕，变成甜粿啊哈。所以这个字大家要知道念成 kit 啊 kit。好，在下面这个字念成 起，就是用力抓住固定的东西。咱譬如讲起墙壁，起墙背壁，起墙背壁像说紧抓的墙，墙缘翻爬过去，叫做起墙背壁哈。好，再往下这个字念成 u 还是 q 还是 u 都会使哈，就拉扯的意思。咱比如讲Q 来 Q 去就拉来拉去哈 ，Q 来 Q 去哈 ，U 来 U 去也可以哈。好，再接下来在这下面这个字念成 lam， 拥抱搂抱。那比如讲，因两个人揽条条就是他们两个人抱得紧紧的啊。感谢各位。